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29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度风台3度2持续挖进咱台湾，爱算8日透早就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8、2、8、3风雨会上大。台湾虎航今仔日有2只飞龙机过样，一只飞到半路翻头灯修理，一只卡伫跑道，致使2000外旅客受影响。有民众去台北市一间火锅店食饭，看到冰箱有黑甲糖，卫生局去稽查，发现有缺失，已经要求要限期改善。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风台的消息。中度风台3度2向咱台湾的方向，即马是直搞过来。8日透早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今仔日各地农民是赶紧去买菜甲买果子，都惊去互风台扫一个拢害了了。也那高雄市府为着要预防搁做大水，今仔日已经完成抽水站甲抽水机的测试。另外，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船帮已经宣布后礼拜2甲拜3停驶。将已经到分的甘露来抹落来，因为中度风台山火儿接近台湾，本来还有时间包装，即卖可能将尽力用在抢修电管。本来我们都是半天采收然后下午来包装。现在我看梨山地区那个农民全部都下滚去采收了。云林菜农对风台严加待遇，因为应菜小白菜进入采收期，趁礼拜天气真好，赶紧采收才会菜洗。提早一天，提了风台提早一天。山火风台要来东半部地区上受影响，台东县副指教公告，规定上向山顶区域是管制区，下晡4点开始，限制或者是禁止民众进入，违规会依法开罚。复工渔港的渔船也入港，先风台各白线固定，避免损失。趁风还没有下来先把船只就定位。到时候不然夜晚动作那我们越失利嘛。屏东东港来往小琉球的东流线也受风台影响，至到坐船的游客已经明显减少3-4成。民营客船10月初1、初2会全面停驶。3多的台风大概在10月1号周2会影响，所以说今天去的旅客大概就是明天9月30号会回来。那10月1号我们可能预估，因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所以我们10月1号、10月2号会停航。7月开灭风台中从南部，尤其高雄市区淹大水，为防止灾情重现，高雄市府水利局赶紧启动清疏，目前已经全面完成抽水站、抽水机布设加测试作业，地方池已经全部排空。另外，提醒山区民众爱注意土石流警戒消息，确保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虎航今仔日早起为桃园要飞去日本的飞龙机。不到半路所发现有各样，是又搁飞转去桃园机场来修理。另外，伫中岛有一只为澳门飞去高雄的飞龙机，降落了后，因为头前链故障，卡伫跑道，致使跑道封起来点半钟，拢总有2300外旅客受到影响。飞龙机搁飞转来桃园机场等待修理。到早起7点，台湾虎航对桃机飞往日本函馆 IT-236航班飞过一半，电子信号无正常，赶紧飞转来桃园机场来检修。航班一直到中岛才复飞。机器有一点故障，说有一点故障是不是？对。另外，真拄好，这只徛伫小港机场跑道的虎航 IT-322，中昼12点对澳门飞转来高雄，却是伫落地了后，因为皮链故障，离袂顶袂当，造成跑道关起来大约7点半钟。4只到场的航机只好临时转降到其他的机场，其他航班也得咧延误。因为我过来已经等快1个半小时，一直等。虎航322班次因为鼻轮故障无法转向，跑道暂停起降。总计影响国际线到离站航班13班，旅客2315人。旅客赶紧起来提行李，有人伫机顶听到敢若爆炸声音，因为当时飞龙机已经落地啊，旅客并未感觉惊吓，不过也不搬虎航予旅客伫机顶等2点钟，也无任何应变的做法。本来说要叫人来拉，然后又说要原地下车，然后又过半小时又改说要叫人来拉，2个多小时才出来，而且他
水也没有安排，什么都没有安排，飞机上也很冷，很冷的，其实挺难受的。旅客延误至少2点半钟才顺利出关，有人一出关就紧急当甲出来的人抹掉咧。高种飞行机和拖车拖离开了后，跑道也伫下晡将近2点重新来开放。对飞行机故障造成旅客甲高雄机场营运无方便，台湾虎航下晡也系实地讲会来检讨。记者史宏报道。了一日有民众去台北市一间火锅店食饭，看到冰箱有规排黑仔糖伫尿尿内，是引起大家讨论。目前台北市卫生局是已经派人去稽查，发现有7项的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都要限期改善，若无会以食安法来裁罚。就是这间伫台北市文殊公庙附近的自助火锅店，来到食饭时间拢是人，毋过煞互网友投诉，一车食饭时阵拍开冰箱要摕食材，是要讲看到规排糖咧叮当，引起网友的议论。因为我自己是外食族，当然会希望店家在清理卫生方面可以做好他们自己的把关。我们吃蛮正常，蛮好吃的，所以他们网友看到我就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真的。卫生局表示，自较早起已经去这间店稽查，自助区冷藏柜已经完成清理，无发现有病媒出现的痕迹。昨天就马上立刻处理。不过卫生局检查发现，现场工作人员无伫工作帽啊，冰箱食材无砍掉的等7项缺失，都无可依事实提醒，只是人类有糖的统称，食材出现此代表卫生状况无好，万一感染食材，可造成食物中毒。一般我们食物中毒都用急性肠胃炎来表现，症状包括恶心、肚子痛、腹泻，甚至发烧都有可能。冰箱食材未覆盖。冰箱底部未清洁，厕所未张贴洗手标示等卫生缺失事项，已责令限期改善。卫生局强调，这7项缺失已经要求业者限期改善。那复杂依然无符合规定，会以违反食安法，罚达万到2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天狗节的疫情，今仔日是个新增加6例，累计这件本土的群聚案已经有甲49个病例。市长侯友宜是召开第2届应变会议，规划17个管制区，呼吁民众都唔通去。有专家讲，即马全球暖化造成蚊也是真敖生炭，南部的埃及斑蚊真有可能去到中部甲北部，互胃病风险大大增加。环保人员伫新北中和区甲新店区进行大规模的消毒，就惊天狗热疫情搁再扩大。新北本土天狗热病例29个新增加6例，总共有49例。新北市长侯友宜召开第2摆应变的会议，拟定55个里来做行道的清洗、资生员清除，并且入户来消毒。呼吁民众莫爱乱走入去17个管制区。卫福部长胡泰源是讲，疾管署已经成立机动防疫队，协助地方来防堵疫情。疾管署这一边也成立了一个机动小组，每一天都会派员过去那边看，跟他们做互动。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在这目前的层级，用这样的一个周全的做法，整个中和新店被列为防治区块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要全部总动员，要行动清刷。由过去天狗热疫情拢是南部较严重，北部较轻。去年台南天狗热确诊超过2万例，不过今年3月过了后，就无再出现本土病例。就连发现南部乌卡网的云林北港也无本土的确诊个案。有专家分析讲，全球暖化造成蚊仔碳性增高，改变伊的习性。南部这个乌卡网真可能飞过北回归线来到中北部，传播风险是大大增加。如果气候变迁持续，登革热的风险未来。以前风险是南部比较高，未来北部可能中部、北部可能风险也会增加。是风台慢慢逼近，一定要带来真高的雨水。区台湾强调，风台过后1礼拜是防治天狗热关键的时期，提醒民众一定爱甲开积水的这个杆仔，也有桶仔内底积水倒掉，而且洗好清气，避免鼻毛虫的滋生。若疫情继续扩大，无排除伫新北设立前进指挥所。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北韩这几年有修法，新增加5项上重会当判死刑的罪。南韩讲，北韩的修法显示金正恩想要稳定政权。因有关死刑的议题，根据法新社的统计，今年到达沙特阿拉伯执行死刑的人数已经有要200个人，是30多年来上济纪录。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对2022年5月到2023年12月期间，做摆修订宪法，甲应该判处死刑的罪行，对原本的11项增加到16项。
新增加的罪行包含反国家宣传、煽动行为、加非法制造、使用加转用武器、弹药加爆炸物等。根据由南韩政府资助的智库统一研究院分析，北韩的边境这法律，除了可能受到加强保护金正恩甲家族的安全，同时也支持北韩的5年武器发展计划。不过，统一研究院也强调，北韩的这法律修订，除了反映金正恩对着政权安全的强烈需求，也更加显示政权的无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资料显示，北韩即阵所拥有的步架高浓缩铀，用来制造2位数数量核武，甚至可能在11届美国总统大选了后，展开第7把核试验。其实，金正恩去年在最高人民会议上修订宪法时，已经把这个核武列作国家核心的原则之一。 북한의 불법적인 핵무기 개발은 다수의 유엔 안보리 결의의 명백한 위반이자 한반도와 세계 평화에 심각한 위협이며 어떠한 경우에도 우리와 국제사회는 북한의 핵 보유를 결코 용인하지 않을 것임을 북한도 분명히 인식해야 할 것입니다. 对了，北韩扩大判处死刑的范围，沙特阿拉伯第29已经处决3名死刑犯人。根据法新社统计，2024年到即阵为止，沙国总共执行死刑人数已经达到198人，超过2020年的196人，加1995年的192人，是30多年来上多。 因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资料，2023年沙特阿拉伯处决的犯人人数是世界第3多，排伫中国甲伊朗后壁。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讲，第275号的决议已经解决台湾甲中国伫咧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因为咱国讲，这个决议并无讲到台湾，嘛无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要求中国莫阁一直讲一寡有空无顺的话来欺骗国际社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8日联大总辩论发言，伊指出53年前第116届联合国大会用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500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伫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所以无一中一台问题。这一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问题，明确不存在2个中国，不存在一中一台。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内容，既未提到台湾，也没有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外交部要求中国停止误导国际视听。咱的外交部严厉谴责，佮表示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台海客观现状，甲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联合国大会顶悬，咱的友邦甲非友邦，拢有力挺台湾的声音。In the Far East, the prospect of a disruption of the tenuous 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larming. The quest for hegemony and the denial of a people's inalienabl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are wrong in the East as it is in the West. Australia has a different vision for the world, one where no country dominates and no country is dominated. When disputes inevitably arise, we insist those differences are managed through dialogue an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not simply by force or raw power. 进前澳洲国会才通过联大第2500号决议文，无涉台动机。外长王英贤也伫联合国表示，澳洲继续就南海甲大海和平稳定，敦促中国各落去美中恢复领导人甲军事层面的对话。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山多日台湾是愈来愈热，可能会为恒春半岛登陆。气象专家讲，拜一透早可能就会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要若拜2、拜3风雨会上大，请民众都要注意。市内内底人真多，民众赶伫风台进前来保护，受到有机心理的影响，产地介绍起价，店头进货成本直接反映伫介绍顶面。那个本来是4包100，现在变成3包100，都贵很多。贵好多哦，像是什么品相差比较多啊？青菜吧。风台要来啊！东半部兰屿绿岛甲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影，归人北海岸、恒春半岛东半部地区有一阵的大雨。气象署继续对山土风台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海面拢是警戒范围。过去3点钟，山土风台暴风圈又扩大，正中心地个乱撇东南方海面，未来中心可能对恒春半岛登陆，不过也免排除路径搁再偏西。在1号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它可以来到鹅銮鼻的南方的近海这个地方，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它持续以比较偏西的方向
在接近我们。到时候可能包含南部地区，甚至也要开始注意有一些强风或豪雨的情形发生。气象专家分析，因为山土风台夹伫两个高压中间，同时受到两股势力的影响，开始往北时间甲路径拢有变数。抑佫无论是毋是定着，暴风可能会慢慢甲全台湾倒掉咧。8月开始各地拢爱防范强风。这个台风，因为它的风场的结构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后面又有东北季风下来，所以再加上海峡的地形的效应的关系，所以这一次在西半部的沿岸也会有很大的风力出现的机会，所以整个台湾大概都要注意风的状况。专家提醒，拜二到拜三，风台中心上瓦群台湾，各地严防强风大雨。因应风台瓦群，台铁公司讲已经请各地营运中心启动防范的作业，检查设备甲发电机，并且设置防水闸门。公路局也特级提升警戒作业，伫松花公路过去在损的所在进行整备，也无排除会看上新气象资料，宣布有警封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前掌握开发的董事长朱阿虎。甲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去互收押禁见。台北地方法院讲，因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重大，有串证的疑虑。李文忠伫精神的时阵是否认犯罪，也若朱阿虎有认罪，今仔是已经再去看守所。金华城弊案继续向警员对张金苗自备出现重大进展。前掌握开发董事长朱阿虎甲前台北市长郭文德办公室主任李文忠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刑罚罪有串证支付在定羁押禁见。两人透早就靠坐警备车上台北看守所。法院表示，朱阿虎进行的时阵先前犯行，按过李文忠对受贿背信全面否认，因为罪嫌重大，为避免高传，在定羁押禁见。台北市检检处会指出，即摆约谈16人，未少人捐30万整伫现金，互民众党时间集中伫2020年3月24到26日。柯文哲交代都发局去针对金华城的陈情案。重新送到都委会去做研议，民众党的党库就收到大量的微金集团员工的捐款，微金的那集体的一笔捐款进去哦。那事实上，我看到还有很多所谓个人，好在当年度也突然有一个30万的捐款，真的是个人还是人头哦？我想这个北检也应该会列为清查的项目。要求会对民众党政治现金提出3起点，包含财团官司、官非证明加对价给付，各将这案件形容做北检加157的斗地。民众党和检方有偌济证据办偌济代志。李文忠已经被开除了嘛？好，对，所以说这个他是前案已经不是我们的党员，北检有多少证据就办多少事。对案件交指控蔡壁如是金华城中亚人，蔡壁如自告澄清，金华城汉是2020年代志，按过2019年就离开北市府，用时间做清强调已经对提告请检调关键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北投，大家可能会想到温泉敢若较实。其实北投的干豆平原永过是种稻仔真重要的产地，不过即马都市发展到大，已经无啥人咧种田啊。为着要互都市的囡仔接触大自然，北投的青年农民甲台北市府办食农体验的活动，要带民众落田来亲近咱的土地。台北的雨一阵一阵来，田林虽然积水，不过家长甲囡仔直接掘田土，学用高龄车算甲不真有趣味。为着要互都市囡仔有通好接触田和大自然，民间团体和北投青农甲台北市产业发展局8个礼拜合办食农体验活动，去引民众来到干豆边缘来八仙自乐。我觉得蛮新鲜的，因为其实住在台北市的话，比较少有这种活动。溜小桥，还有抓瓢虫啊！还有抓瓢虫，那有被蚂蚁咬。希望讲因那是讲接近大自然啊，进行讲有种迄个小白笋，还有迄个地瓜、番薯，当他们能够多运动啊。酸酸的，也有爆米香通食，民众拢真欢喜。这片田已经传到第6代，主人是一对少年的翁某。为着要让田地永续维持生物的养生，因坚持不用化学肥料、不铺农药。伫无共时节办各种活动，希望让民众安心亲近土地，搁通了解大自然的物件对倒来。挂稻啊了后，大家进前是拢会食挂稻啊饭，算讲庆祝迄丰收嘛。对无即马大家田做较少，变做讲，阮就想讲咱大家来算，就用对田即个物件印象，
的时阵，伊未来你心中伊就是经济嘛。另外，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北投干道地区的农产，台北市产发局嘛伫新北投捷运站外口就在地的青龙店家来办电灭施工市啊。台北市产发局表示，后礼拜六礼拜也会有音乐会和绘本分享，希望招民众做伙来听北投的故事。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真正因为疫情的关系，台南书店大天后宫让6年的时间，即马阁举办府城迎妈祖示警的活动。这届有50多间庙，超过100个阵头做伙来斗闹热，现场人是吵，咱做伙来看卖。庙埕头前大锣大鼓闹彩，府城大街小巷嘛真闹热。拢总54间庙宇，高算上万人来参加，把再次呈现上起府城迎妈祖800旗不期不有这款大场面。这回让6档书店大天后宫，佮举办超过100档历史的迎妈祖文化，对这地使看出府城人对宗教的热情。这地顶庙拢来这参观啦，拢来这拜拜啊，做闹热的啊。安尼清朝尾日本时代拢有这个迎妈祖活动。只不过伫来个下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人到6档无赢，嘛是为着咱市市民的诉求嘛好，期待也好，希望讲这个能够恢复。经过了解，今年照鼓励限定4城门内的大庙才通参加，其中所唯一一个对北部来的就是大龙邦保安宫。大天后宫指出，正伫咧日本时代，双方就得来往，不能够中央登去，即几档变色恢复传统。后来一段时间的中断我们就现在又继续来参加他们已经参加，我们就到店都有大家这个文化安怎？这个很好啊，这个尤其台南的这个宗教文化比我们这个北部更热闹。来参与迎妈祖的宫庙，这回唔那甲真罕出门的新尊请出来，甚至有上百件传统工艺，互大家一界看有够开。其中代表主家门面的大瓜顶参立体路关牌，拢是杜碧琪老师做的。较早拢做竹仔皮的土钉拢也这起来的时阵会较大粒。伊目前即马有迄工厂做编的写字的，这几张来也老咧算真大粒啊。庆典活动嘛有4间高中学校联合组机队，要营造优质的宗教文化。比方指出，按算整个活动爱半暝1、2点才会圆满结标。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咱庙的若咧闹热的时阵，清早会当看到无同的阵头甲北家将，这是咱台湾真有特色的文化。有2个少年导演甲家将做主题来拍2出电影，咧讲家将面谱背后的故事。希望透过电影，让社会更加了解家将，让这个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庙埕带着布棚放着电影，2出以家将做故事背景的剧情电影底片文采甲落路，利用新民生城市的方式来做伙放送，要用无同的角度消解家将面谱下底人拄到的问题甲自身的认同。其实家将伫咧出庭的时阵是做严肃的，因袂使黑白算，因为因代表是新民，会拍这个影片，互大家知影，家将其实是个很严肃很美丽的文化。互大家知影讲，卖互刻板印象所影响。因为是底片嘛，底片就较低，无度解说足济，所以那应该是会引起迄个兴趣。导演龙一安表示，当初是因为对家将文化有兴趣，才找家己伫北京家境风雨堂合作拍这出落路的电影底片，想要透过内底的故事，表达社会对家将的刻板印象，甲家将本身对信仰的坚持。大家可能平常比较排斥认识这样子的文化，那我觉得用影片就是让大家说，可以用比较轻松，可以看戏剧的方式，然后看电影的方式来接触。影像方式来包装家将，即摆现主是拄到的困境。换一个方式做看嘛，互人知影讲，阮拄到的问题是啥。阮认真做，过来做，但是无希望安尼去用抹黑，无希望去用啥。因为家己市举办的活动，互伫外县市的家己人，或者是伫家己的外地人，会当有机会伫庙埕的头前，用因少年人的角度，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表达家将文化的困境，甲需要贴落来的标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26度，
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0度。来看外岛地区，26度至33度。风台台北台啊，拜二拜三风雨会上大，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12点钟的阵后前一定会当清楚看到伊撤出水面因的鸟踪。受地动风台霜冻的花莲观光业，有一群人为海岸之岛出海。